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 WFC 頻道，又係我家條。咁啊，最近天氣都凍咗啦，喺凌晨嘅時分咧就可能會凍到得翻6度左右嘅。咁天氣凍有天氣凍嘅好處，因為咧季節變更咧先有唔同嘅魚噶嘛。咁好似近排可能係馬友啊、臘啊都比較活躍啲嘅。咁其次可能就有魷魚啦。咁如果大家同我一樣中意 fit 友，但係又中意砌下模型嘅話咧，咁總會想對隻蝦有啲加減嘅改裝。咁但係無奈地就可能住屋問題啦，唔適合搞太多大動干戈嘅嘢嘅。咁今日就介紹幾個簡單啲嘅方法俾大家睇下，可唔可以增加一啲趣味嘅。咁就最簡單嘅方法咧，就第一個，貝殼貼啦。咁貝殼貼本身有唔同嘅顏色嘅，其實目的都係一樣，都係增加一啲閃爍嘅效果啦，俾隻鯉目嘅。咁一般嚟講啦，黐落去嘅時候咧，佢本身因為自帶黏性，好似貼紙咁啊。咁貝殼貼黐咗落去之後，其實就可以即刻用嘅。但係如果你擔心佢會易甩嘅話咧，咁我有個建議嘅，就係去一啲化妝品店，咁就買一支透明嘅指甲油。咁啊，價錢好平啊，8至10蚊嘅啫。咁就黐完貝殼貼之後咧，我哋再油幾浸指甲油咧，咁啊確保翻嗰個貝殼貼一嚟就靚啲啦，二嚟又冇咁易甩嘅喎。咁但係咧，貝殼貼本身咧，有啲廠咧就可能會有晒 cutting 嘅，咁有啲廠咧就好似呢啲咁樣一張紙就要自己修剪。咁修剪上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咁啊，假設啦，我哋剪咗個貝殼貼出嚟之後咧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，冇錯啦，整一個 V 字形。咁我目的其實咧都係話黐翻喺蝦尾上邊嘅呢一個位。咁修剪嘅時候咧，我哋畫呢一個形狀剪出嚟。咁剪咗之後咧，咁我哋首先咧就會得出咗三角形啦。咁另外仲會得出咗兩張嘅。咁呢兩張如果將佢拼埋一齊咧，啱啱好又係另一個三角形。咁啊慳啊嘛，因為始終都唔係太平嘅呢啲貝殼貼。咁第二個方法啦，我哋就用呢啲啦，釣具用嘅鬚鬚。咁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嘅。咁我哋就喺隻蝦嘅圓嗰度啦，轉一個細嘅窿。轉完之後咧，就好似用拉太空斗嘅原理，將呢啲鬚鬚咧穿過去。咁穿完過去之後咧，記得滴翻2滴萬能膠喺隻蝦嘅左邊同右邊。咁目的都係唔想個鬚鬚甩出嚟。咁但係要注意啦，鬚鬚咧就不宜落太多啊，因為咧落得太多其實係有阻力嘅，所以我建議啦4-5條啦，4-5條左右啦，唔好太多。咁另外記得啦，因為鬚鬚本身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嘅，咁佢有咩顏色就或者邊隻顏色特別好，其實就好視乎你嘅喜好，冇話邊隻特別好嘅。咁我建議都係話以鮮色為主會好啲啦，呢個就比較簡單啲嘅方法嘅。咁仲有第三個方法。第三個方法咧，可能大家以前都有見過，就係呢一個啦，做倒掛啦。咁佢做嘅方法其實就好簡單嘅，將蝦原本嘅散鈎其中一隻鈎咬出嚟，咬咗出嚟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喺嗰個大家啦，喺後邊裝一粒擋珠。咁其實個目的都係話盡量喺拋頭嘅時候咧，做到一啲類似重心轉移嘅效果啊。圓喺最出，輕嘅就喺後邊咯。咁落咗水之後一撞咧，咁呢度擋珠一甩，咁隻蝦咧就可以好似平時咁樣用。咁但係缺點就係話你每一次拋頭嘅時候咧，都要組裝一下呢粒珠珠啦。咁另外就係話咧，因為隻蝦本身咧，有散鈎喺後邊嘅。咁所以你擺線嘅位置其實盡量我建議啦，喺蝦背嗰度會比較好啲，因為蝦背本身係嗰個挑線嘅情況咧就冇咁高嘅，所以大家要注意盡量將條線 set 喺蝦背嗰度啦。好，咁如果你係真係完全乜時間都冇，咁啊可以試下啦，直接用水晶蝦。咁除咗閃爍嘅效果之外咧，因為水晶蝦本身咧，佢入邊自帶咗一個重心轉移啊，大家可以聽下，聽唔聽到？其實喺每次拋頭嘅時候咧，因為離心力嘅關係咧，入邊嘅磁力組合咧就會向下跌嘅，咁個重心係偏後。
當佢落到水一撞嘅時候咧，因為磁力吸住咗嘅關係咧，咁佢就會去翻前邊做翻正常嘅隻蝦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呢啲方法就比較快靚正啲啦。另外咧，亦都比較適合用喺逐水又得啊，水清亦都得嘅，因為佢有其他唔同顏色咁。咁啊，呢隻蝦本身咧，我哋自己都試用過嘅，咁拋頭嘅效果都唔錯嘅。咁但係記得啦，其實就唔需要下下將佢 set 㗎，唔需要下下 set 個位嘅。拋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識得轉位㗎啦。咁呢個就非常之簡單同方便嘅。咁啊，踏入新一年啦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啦。咁另外就希望大家都記得啦，釣完之後記得清理翻你哋嘅釣場啦。好，新年快樂啊！咁多位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